议员林依婷曾经担任市长秘书3档的时间，亲身感受台南交通建设民调一直是上低，所以市府在今年交通改革元年当中，将市区60位路口设立偏心道外专用道，透过交通工程甲标线的改造，让直行的车辆袂倒外袂挡掉后面直行的车辆。议员认为这款改革的评价真悬，所以要求市府明年、后年一定要延续扩大执行，让行车更加顺畅，嘛成为市民怀念的交通建设。60个偏心左转专用道里面，有一半都在我的选区安平区南区。像我们的健康路有了内政部的补助，我们的中华西路有了交通部的补助。其实我们市府只需要编列不到一半的配合款，不用出全款哦，我们剩下多出来的钱还能去建设别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我也要拜托公务局跟交通局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继续的来盘点，尤其是2025年我们要做的下60个路口，让市长可以带着去行政院会争取。是持续盘点，就是主要干道的路，我们用路廊式的来改善哦，因为这种路口改善一个的话，效益没有太大。第二部分是持续跟公务局合作，在它的路评计划里面的这个相关，透过路评的机会，同时来这个处理路口的这个左转车道，不管它是实体分隔或是标线分隔，都可以一并来处理。议员认为，市长年来要和市民怀念的改革，也包括保护守法的市民。因为今年死亡车祸当中，126件有6件都是因为违规停车，所以要求市府只要巡逻，或者是市民通报并排停车，或者是车辆违规停伫人行道、红线或者是行穿线的时，一定要主动出题，因为民众已经忍无可忍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